今年校园即家己面向的亲子共学群甲救国团合作，做法举办科技甲实用教育的活动营队。那邀请这育苗场来教囡仔安怎点菜籽，佮体验着这无人机的操作，互囡仔体验的过程学习到课本以外知识。伫老师的指导之下，不少囡仔来学习操作无人机。有人的无人机飞袂起来，嘛有人是无张电启动着天棚。平常亲子共学群甲救国团做伙举办科技甲实用教育的营队，要互囡仔有无共的学习体验。那个无人机进球，然后要比赛那个进球进。再来，我们无人机的产业园区也要成立了。那透由这样的一个机会，我们把科技还有农业教育。农业教育，还有一些我们的食农教育，然后带来给小朋友做体验。除了室内的科技体验，我国嘛有食农教育的课程，也有菜籽汤种班，在地路仔园的业者嘛带路仔来教囡仔耍，互因学习课本内底无讲到的在地产业。受救国团的邀请，我们带水陆就冬令营跟小朋友来互动，然后让小朋友学习一些鹿的相关习性以及饲养方面。这个营队旧年校热办的时阵风评真好，所以今年校歌这场有请一寡外县市的家长带囡仔来参加。救国团表示，增开囡仔校歌的时阵，无一定有所在通去。营队的活动结合在地产业，唔那互囡仔耍哪学，嘛会当来认识家己的故乡。记者林慧萍，嘉义报道。